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永辉，聊一聊胖東來。最近永辉交出了他的2025年的成績单。2026年1月20号晚間，永辉超市發布2025年業績預虧公告。2025年永輝規模淨利潤預計虧損21億元，關鍵是同比擴大45.6%，扣非規模淨利潤預計虧損29.4億元。這個扣非實際上就是它的主營業務虧損了29個億，也就是它超市進貨賣貨，這個虧損呢比2024年也是進一步擴大。關鍵是這是這家老牌零售巨頭自2021年以來連續第5年虧損，5年累計虧損已突破100億元。這還不重要，重要的是令外界更為關注的是2025年也是永輝胖改第2年。什麼叫胖改就是學習胖東來。那1月20號永輝的這份業績預告一公布之後這個永輝還有胖東來那都紛紛又一次上了熱搜，受到媒體的關注，各大媒體都在報道。那我接下來說的內容呢，我都是引述這些媒體避免被告。大家還記得吧？我在這個所謂的永輝胖改的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說了，與其說它是胖改，還不如說他們是在資本運作，是在炒股。結果得罪人了，有人把我列在那個對吧要告的名單裡面。那麼1年過去了，我們看一看我說的對的還是錯的？為什麼我說的會讓人害怕？人家要告你，對吧？我可不像別人污衊，對吧？說他賣假貨什麼的，我只是根據這些數字財報，根據媒體報道。1月23號新京報刊登一篇報道，叫永輝預虧21億上熱搜，胖改之後顧客稱越改越貴這是新京報的報道。虎嗅 APP 2026年1月25號有一篇報道，叫永輝抄胖東來作業沒抄明白。1月28號就是昨天第一財經看的一篇文章，叫永輝超市關店加預虧，胖東來改造真的有用嗎？這些只不過是我1年前的觀點，對吧？就因為我說了這些，有人揚言就要告，這個確實難以理解我今天說的都是這些媒體報道的咱們這個根據媒體的報道來看一看到底什麼情況。那還有一個媒體叫新浪財經證券頻道刊登的轉發的叫無冕財經的一篇報道，叫永輝胖改虧損21億，關店381家，但葉國富仍舊有60億浮盈。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個就是不管他這個永輝超市賺錢還是賠錢，反正他一胖改之後這個葉國富反正人家已經賺了60個億。葉國富就是他成為這個永輝的第一大股東嘛，實際控制人。然後進去之後他就向胖東來致敬，他也要學習胖東來。那你通過現在這個業績來看，好像學胖東來好像不是目的至少這個交出來成績單不咋地，但是影響人家股市賺錢了嗎？那麼對吧？大家從這個得出一個原來這就是低外損失低內補，或者低內損失低外補。如果大家做出這種分析，完全合情合理。這個無冕財經他是這麼說的，他說永輝越胖改越虧，永輝超市的胖改之路正被現實澆下冷水。1月26日，據界面新聞報道，北京宏坤廣場的永輝超市大門緊閉，扶梯口圍起了暫停營業的圍欄，地下直梯通道也被鐵鏈鎖住。這家開業10多年的老店於2025年3月才完成胖改，重新開業，至今運營不足1年。停擺的背後還牽扯出一起1000萬元級別的欠費糾紛。據和新聞報道，宏坤廣場稱，自門店改造完成後，永輝未繳納任何房租、物業費、水電費等費用，累計拖欠已超1600萬元。永輝方回應稱，停擺是因物業方面單方面斷水斷暖、封閉顧客通道所致，且部分欠費缺乏合同依據，公司已按法院要求暫停支付房租，以保障債權人的利益。這個文章說他配了這個永輝超市宏坤廣場店暫停營業的這個圖片黑漆漆的大門一團漆黑
就像這個所謂的胖改一樣。文章說啊，這已經不是永輝首家胖改門店的出現運營波折。去年9月，福州一家改造後僅運營4個多月的門店也宣告停業。當時永輝以服務功能遷移作為解釋，但市場對其改造模式的質疑越發湧現。這個文章還說啊，為復刻胖東來模式，永輝在2025年全力衝刺調改，深度改造了315家門店，同時關閉了381家不符合戰略定位的門店，當年關店數創下近年新高。文章說，調改的每一步都燒着真金白銀。首先是資產報廢損失，永輝超市稱，門店調改對公司利潤的影響主要包含調改相關的資產報廢損失、停業裝修營業收入損失、一次性開辦費投入等，其中資產報廢及一次性投入合計9.1億元。其次是门店因停業裝修產生的毛利額損失，永輝超市估計該項目在2025年全年損失約3億元，就是一個門店啊。換言之，永輝超市2025年由于胖改而產生的損失超過了12億元，估計永輝都沒想到學習胖東來的代價會如此之高。想當年，永輝一度是中國超市行業毫無爭議的領跑者，從2015年開始的7年時間裡，他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攻城略地，在全國開出超過700家新店，將總門店數推向1067家的歷史頂峰。7年2倍的規模，永輝超市在加速擴張中幾乎再造了一個自己，腳步甚至踏上了青藏高原，進入了西藏和青海這片使得同行望而卻步的區域。然而僅僅2年過去，永輝就閉店超過500家，規模直接回退到7年前的水平。2到3年走出生死線，胖改21個月，這份轉型成績單呈現出複雜的圖景。在經營數據層面，部分調改門店確實展現出積極變化。好就好在啊，永輝啊，它是上市公司。我在以前一直反覆強調啊，你其他的什麼公司啊，什麼胖改，咱也搞不清楚有沒有效果，那純粹看他宣傳。他說有就有，他說沒有就是沒有。但是永輝啊，造不了假，他是上市公司，他每個季度對吧，半年報、季報、年報，他都得披露。你前面你可以說啊，我不單獨披露这個胖改的門店的經營數據，那行對吧？他是披露這個合併的報表。那等到你所有的店都胖改完了，你現在一共就400多家店啊，300多家都已經改完了，那你說說還有什麼借口，還有什麼理由，對吧？你交出這個成績單能說明什麼問題？這個屋面財經說啊，理想與現實之間仍有差距，說啊，品質是豐富了，價格也上去了。在廣州麗影調改店，這些調改店啊，就是學胖東來叫胖改，有上班族邊逛邊比較手機上生鮮平台價格。旁邊的大媽說的更直接，裝在包裝袋裡的蔬菜越來越多了，好看但是不實惠。這是屋面財經的報道啊。我們再看看這個第一財經他是怎麼說的，他說，胖東來改造真的有用嗎？值得注意的是，永輝超市2024年5月啟動胖改，即向胖東來超市進行學習並改造。第一財經這麼說的啊，他說，根據筆者去許昌實地探訪以及採訪業內人士了解，於東來所創辦的胖東來超市在許昌當地頗受歡迎，優勢非常明顯，主要是自有品牌商品價廉物美，服務到位，員工薪酬待遇很高，還有一系列消費者福利和員工福利。於是從步步高開始，再到永輝超市都啟動了胖改，於東來也被帶上了零售業教父的光環，似乎只要和胖東來模式掛上鈎，零售商就能立刻翻身。這是第一財經說的啊，在資本市場啊，這個永輝超市說他一宣布要胖改，反正他股價先來2個漲停，對吧？或者叫先漲一波，對吧？好像這個你只要一說他胖改，那資本市場就非常看好。這個魔力說明什麼呢？有時候我在想啊，這個胡適啊，他不就是講故事嗎？對吧？做火腿腸的說我要搞芯片，那股價就漲一波；印名片的，哎，說我跟杭州某個企業簽了一個什麼算力大單，股價漲一波。這種操作模式就是先，對吧？有人啊偷偷的
先進去買了籌碼，然後後面放消息，等到这個資本市場一追捧的時候，他在高位再一拋，是不是就給了人家套利之機啊？資本市場這玩法不都這樣嗎？對吧？至於這個永輝是不是這麼玩呢？我也不知道啊，大家自己看。第一財經說啊，根據筆者的了解，胖東來的商品和服務絕對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商品是最本質的核心，做到高性價比商品供應，這是零售商的根本。而給予員工更好的待遇和福利，則可以讓員工更全心全意為企業和消費者服務，提升消費者體驗。胖改過程中，接受改造的門店會在貨架、商品和服務上進行胖東來化，按照品類和功能區重新劃分，引入胖東來自有品牌商品，並且重新培訓員工和提供更多服務。這個第一財經說啊，這看起來沒有錯，但值得注意的是，胖東來是一個只有10多家門店規模的區域性小零售商。就我有點不大理解了啊，或者你胖東來只有10家门店啊，只是区域性的小零售商，你是今天才知道嗎？你这個永輝胖改的時候不知道嗎？你1000多家門店，你學一個10家門店的，這是什麼一個道理呢？啊，現在不行了，交的成績單不好看，回頭一看，哦，原來他是10家區域性的小型零售商，學錯對象了，很有意思啊。所以很多網友說啊，什麼專家、什麼媒體、什麼零售、什麼專業啊，都是草台班子，也不一定是草台班子啊，實際上他都懂講故事啊，因為資本市場需要故事。第一財經說啊，說永輝超市或其他大型零售商的規模動輒數百家到上千家，胖東來的很多熱銷商品未必適合全國所有地區，而且部分商品也很難打通全國供應鏈，所以要做到全國完全統一非常困難，且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但看到這裡我就想起了啊，那山姆是怎麼做到的？為什麼不學山姆呢？你既然說啊，學這個10家門店的這種區域零售商學錯了對象，那你學山姆啊？山姆不是全國各地到處呼呼的開店嗎？或許是山姆啊，他不上熱搜，永輝他不知道，是不是這種可能？山姆他不上熱搜啊，所以顯得不夠火。要學就學第一，對吧？要學就學那個天天上熱搜的，那火啊，是不是這個原因呢？這個第一財經說啊，此外，胖東來可以給到員工較高的薪酬和較好的其他福利，但對於永輝超市這類大型零售商而言，員工數量遠遠超過胖東來。如果要提升薪酬、增加福利，則會給企業帶來巨大成本，這是小型零售商和大型零售商根本的區別。我覺得這個他說的不對了啊。就是胖東來的人少和這個永輝的人多啊，所以人多工資就得低，人少工資就可以高，這個邏輯完全錯誤。工資高低，我們簡單點說，跟它效率有關係，對吧？人均創造的利潤，你永輝對吧？人多，你的利潤比胖東來還少，那說明你的冗員多，你的效率低，你要提高效率。所以他這種說法不對，對吧？那就是說明胖東來人均效率高，平效高，那人家發的工資就多，對吧？他人均賺的錢多啊，福利好，這很正常啊。第一財經說啊，胖東來門店僅僅是在區域市場，且該品牌在當地具有優勢，市場佔有率和品牌認可度很高。但永輝超市是全國性大型零售商，各個區域都有當地強勢品牌，永輝超市未必能在全國各地都佔據最高市場份額，且全國範圍內零售商競爭異常激烈。因此，胖東來可以在許昌非常成功，未必代表永輝超市或其他大型零售商就可以在全國都拔得头筹。這個第一財經他沒有解釋一個現象啊，就是什麼意思呢？那合着學了1年半，學了2年了，回頭一看，永輝學錯了對象哦，原來這個胖東來他只能在許昌，對吧？是個區域性的強勢品牌，放到全國那就不行了。這個第一財經他沒有解釋啊，為什麼在許昌可以跑出像胖東來這樣的黑馬？他說在許昌當地他是強勢品牌，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如果你在許昌當地，你就是壟斷了許昌當地的所有的零售，你也做不到胖東來這樣，對吧？看看許昌當地的當地人的消費能有多少啊？許昌是個3線城市、4線城市啊，人均 GDP 是多少啊？可支配收入多少啊？許昌當地人口才多少啊？養得活胖東來嗎？我看胖東來好像一個門店還是怎麼着，或者他总个的对吧？他动不动就是200億、300億，大概這個規模啊。那許昌消費有這麼強嗎？不能人云亦云。如果胖東來在上海，他是一個店啊，1年能有200億銷售，我覺得那很正常。上海人呢有這個消費能力，但是你要把它擱在許昌，那就不對。
但是胖東來他確實也有那麼大的銷售，那就說明什麼？說明是外地人去消費啊，不是當地，是外地人慕名而來。所以這個第一財經說胖東來是當地強勢品牌，這是錯誤的啊！就他這個判斷不對，胖東來應該是個全國品牌，有很多人坐着高鐵、坐着飛機，對吧？到鄭州，然後轉車去許昌胖東來去打卡、去參觀，對吧？去買東西、學習。我們的加頭老師曾經想去學習未遂，對吧？被人趕出去了，有這事吧？連加头老師都不放過這個流量，都要去。所以說這個媒體啊，他沒有認真的思考。所以說他說胖東來是區域性的強品牌，這不對的啊！胖東來它應該是個全國品牌，一個天天上熱搜的啊！我相信你，即便你在甘肃，對吧？或者你在東北，你在鹤崗，恐怕也知道胖東來。第一財經說啊，他說胖改也會帶來成本。根據永輝超市披露和公開數据顯示，調改過程中產生資產報廢損失、停業裝修營業收入損失、一次性開辦費等損失，那跟剛才的無冕財經介紹的一樣了啊！也就是說你胖改要成本，投了這麼多錢，那都是10億啊或者幾個億的這個損失啊。第一財經說啊，上述損失能否在胖改完成後得到補償？根據筆者的觀察，答案是不一定。步步高和永輝超市的部分門店的確在胖改後得到了人流改善和營收增長，但零售業是一個薄利產業，回本期較長，因此也有部分門店不能在短期內看到理想的效果，而長期影響市場的因素有很多，存在不確定性。这個我就產生一個疑問啊，如果他說零售業是一個薄利產業，那這個反映在胖東來身上可能不一定這樣。為什麼呢？因為胖東來啊，他對供應商非常友好，对吧？賬期很穩定，不欠錢。對員工，那清潔工的工資9000都不算高，那也就是說啊，他自己還賺錢呢，对吧？他股東不能不賺錢吧？好，那他這麼高的利潤，你反過來說，你說零售業是個薄利產業，這個解釋不過去吧？你至少胖東來他應該不是一個薄利產業，他有合理的利潤，否則他沒辦法支付這麼高的員工的福利工資，他就不會按時，對吧？給供應商結賬，他就不會按時給房東結這個房租，甚至啊，對吧？他都不能保障自己按時納稅，所以說他一定是有非常合理的利潤。那胖東來是怎麼做到的？第一財經也說啊，他說既然這樣啊，那麼為何還有不少零售商要進行胖改？筆者猜測啊，這是第一財經記者猜測的啊，說這與零售業需要新概念和獲得資本關注有關。哎，你看這觀點跟我一樣了，我給翻譯一下啊，就是零售行業啊需要講故事，資本市場需要故事，零售行業也要講新故事。你講新零售，人家已經聽煩了，耳朵都起繭了。然後再講什麼即時零售，那是我10幾年前搞的，什麼無人機配送，那都是10幾年前的概念。我創業的時候，我的這個商業計劃書裡寫的，所以它需要新故事，新故事，對吧？我就學一個最厲害的一個超市，我把我改成跟他一樣。哎，資本市場需要這樣的故事啊！你看啊，第一財經記者是不是也是觀點？他說如今零售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如何讓自己脫穎而出？或許在部分零售商看來，新概念很重要。有了新概念，就會使得投資者更看好未來發展，甚至進行資本合作。筆者認為，這是第一財經記者啊，說無論是永輝超市還是步步高等其他零售業者進行胖改並學習一些合適的經營之道是沒有問題的，但胖東來的區域零售法則未必適合所有的零售企業，尤其是全國連鎖的大型零售企業。于東來是個成功的區域零售企業創始人，可是光環沒有必要太大。零售商們應該搞清楚自身定位，提升最核心的能力，適度借鑑和學習同業的優點，沒有必要盲從。即便是為了打造新概念，效果也是一時的，長遠發展才是零售商們應該重視的。這是第一財經記者的說法啊，這個千萬不要告我啊！我認為啊，第一財經記者他裡面寫的很多東西我是認可的，但是他有一點我不認可，他說胖東來是區域性的品牌，我真的不能認可。胖東來明明是全國性的品牌，只能說胖東來身上有其他零售企業學不了的東西，而這個東西第一財經記者或許知道，他也不敢說，說了怕挨告所以他只好說點別的。或許這個第一財經記者他也不知道，因為他畢竟沒做過零售那咱們以前是幹過這事的。這是第一財經的說法我們再看這個虎嗅這個虎嗅 APP 他說在永輝的轉型敘事裡，胖東來模式是唯一的亮點。他說2024年5月永輝正式啟動胖東來
來模式調改，官方數據顯示，調改店客流平均增長80%，60%的調改門店盈利超歷史峰值，這是宣傳啊，這個可不是永輝的那個公布的財報裡面顯現的，你從財報裡面看不到單店的這個狀況啊。說當客流的增長並未轉化為整體的盈利，這就是中間的奧妙所在。他說啊，我一改，我這客流增長了1倍啊，當天門都擠破了，但是到年終合着把它所有的報表合到一起，原來還在賠錢，那就賠本賺吆喝啊。客流的增長並未轉化為整體的盈利，這背後的核心問題是永輝只抄了胖東來的形，而未抄到魂。新浪新聞對胖東來模式的深度解析顯示，胖東來的成功從來不是簡單的服務升級，而是以高福利分配、區域供應鏈壁壘、信任經濟為核心的底層邏輯重構。這3點恰恰是永輝這類全國性商超最難複製的內核。這個說法又好像不對啊！你說最難複製內核全國性商超，那商某怎麼攻城略地呢？還什麼開市客，還有好多品牌。这個虎嗅 APP 他說啊，他首先啊，胖東來的極致服務建立在高人力成本、高員工忠誠、高運營效率的閉環上。數據顯示，胖東來基層員工平均月薪9886元，是許昌當地人均工資的3.9倍。那就許昌當地啊，人均工資不到2000塊唄，2000多一點，2000多一點，許昌2000多的人均工資怎麼支撐得起胖東來這個利潤呢？就為什麼就沒人去動這個腦筋呢？說店長月薪超7.8萬，且將95%的利潤分配給員工，與之對應的是胖東來員工年休145天，離職率僅0.33%，而商超行業平均離職率10%到30%，其商品損耗率0.3%，僅為行業的1%。這種分配機制的革命，讓胖東來的服務不是培訓出來的，而是員工主動創造的。而永輝的調改更多停留在增加服務項目、優化門店裝飾等表面。首先啊，我對胖東來能給員工發這麼多高的工資，提供高福利、高待遇，這個我是很讚賞的啊。但是我們要搞清楚，那高福利、高待遇，它一定是需要有這個利潤的支撐啊，它總不能說自己貼錢吧，賠錢給員工福利吧，給員工發高薪吧，那这個賺的錢從哪兒來的呢？如果說他賣的東西又便宜啊，薄利，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叫什麼不可能定律，是吧？你不能一邊賣的又便宜，一邊員工也能高福利，然後供應商也能按时接款，還正常交稅，你這個不可能三角，怎麼做到？那就怎么呢？只能說利潤還可以嘛。他這文章說啊，胖東來的高性價比源於區域集約化的供應鏈壁壘。胖東來聯合河南本土商超，組建4方聯採，將採購成本壓縮30%到50%。這個就不對了啊！那你供應商跟着後面不賺錢，那哪個供應商願意給你好好的供貨呢？能夠按質按量呢？你供應商如果利潤太低，他就想法這個對吧？以次充好嘛，人家降成本了，那你怎麼保證你賣的東西質量呢？所以說啊，你就是說這些分析文章應該搞清楚這利潤到底從哪出來的。你既要讓房東滿意，也要讓供應商滿意，也要讓這個員工滿意，還要讓消費者滿意，還要讓股東滿意，你是怎麼做到？反正蛋糕就這麼大，為什麼永輝學不了？然後這個文章說啊，第三，胖東來的核心競爭力是信任經濟帶來的商業溢價。好，這回說的對了啊，商業溢價。他說胖東來公開商品進貨價與毛利率，服裝標籤直接明示賺2.5元，玉石、月餅等品類毛利率僅15%到20%，為行業的1/3。但憑借95%的顧客複購率，實現5%的淨利率，遠超行業1%到3%的平均水平。那這些東西不能複製嗎？就是說，那永輝既然調改，它完全可以複製這些東西啊，這個難道很難嗎？這有什麼門檻嗎？對吧？你也把你的這個貼上啊，我這個毛衣只賺1塊錢，玉石月餅就賺5毛或者10塊，學啊，調改不就是學嗎？為什麼他學了不行呢？為什麼啊說這個啊永輝的調改並未打破傳統的定價體系，商品性價比不足，他為什麼永輝的性價比就不足呢？品類繁雜的問題仍未根本解決，這個又不是什麼芯片，對不對？又不是什麼光刻機，那麼難學嗎？這光刻機咱們都快要搞定了，对不对？什麼咱們現在多少28納米是吧？啊，都要搞出來了，你這個學不了嗎？而且人家讓你學啊，人家是完全的吧公開，還無償派人去上門教你，都教不會。這就是我就
我滿腦子都是問號啊！咱們什麼極紫外光是吧？幾納米的搞出來了，光刻機馬上就出來了，对吧？这個芯片，咱們的英偉達的芯片都不想要了，國產的馬上替代。合着你這麼人家師傅教你啊，派人無償上門是吧？無償的，這是他自己說的啊，無償上門教你，你都學不會，那你說這玩意這就很難解釋了，對吧？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了，這個虎嗅他也說了啊，他說別讓胖東來成為遮羞布。他說啊，說區域商超成為最大贏家，嘉瑞2025年第三季度規模淨利潤2.06億元，同比實現正增長。步步高也通過區域調改實現盈利改善。這些區域品牌的成功源於深耕本地、供應鏈本地化、服務精細化的優勢，而這正是永輝這類全國性商超短板。永輝的困境在於試圖用區域商超的成功模式在全國範圍內複製，這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短期陣痛更顯著。胖東來的成功正是建立在拒絕資本化擴張、區域深耕的基礎上，其13家門店全部集中在許昌、新鄉，市占率超60%，甚至逼退了沃爾瑪等國際巨頭啊。這意思就是啊，這個零售領域啊，還得要本地化、本土化，就是你要全國複製是不行的。那這個結論似乎跟那個什麼開市客是吧？奧樂奇是吧？德國的，人家全球擴張啊，複製。山姆也是全球複製。你這個得出個結論說，你零售只能在本地整，本地整更厲害。實際上不是本地整厲害啊，是本地整貓膩更多。反正你隨便怎麼吹，別人也沒法知道，是這意思吧？是骡子是馬，拉出來溜溜嘛，這不是中國的古話嗎？你出來溜，你在那兒自己關着門在那兒吹，对吧？誰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啊！我們再看這個《新京報》，《新京報》說啊，它是1月23號有篇報道叫永輝預虧21億上熱搜，胖改之後顧客稱越改越貴。他這文章這麼說的啊，他說永輝試圖用20個月走完胖東來20年的路，其從2024年6月首家調改店開業到2025年6月調改門店破100家，再到2026年1月累計完成315家門店調改，也就是315家門店啊都學了胖東來，結果虧成這樣，激進的調改節奏讓調改成本集中爆發。2025年全年，永輝門店調改帶來的資產報廢，一次性投入合計9億元啊，這就不說了啊。有業內人士認為，永輝作為全國性連鎖企業，在複製過程中陷入了規模、組織、定位的3重水土不服，最終導致成本漲得比收入快，投入多過產出。這也印證了胖東來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並非永輝呈現出的高薪福利加寬通道加精簡 SKU 的簡單3板斧，而是其在特定區域內長期沉澱的生態壁壘。在河南，胖東來已經成為不是景點的景點，被很多遊客列入必打卡。一位長期研究連鎖經營業內專家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舉例，把北京的簋街原封不動搬到另一個地方，或許也不會成功。長沙的文和友到了廣州一樣水土不服。哎呀，這個專家首先例子就舉得不對，對吧？北京的簋街我太了解了啊，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地方，這是胡說八道。這專家真的是，簋街不就是對吧？就是吃夜宵啊，麻小，從晚上8點開始啊，一直到夜裡2點3點，吃飯比較集中，就是以麻辣小龍蝦著稱。那全國都是，合肥也有啊，麻辣小龍蝦一條街呢，還武漢也有，哪兒沒有啊？這就是為什麼啊，這個胖東來一直籠罩着一個神秘面紗，就是因為這些專家，你不知道是真專家還是假專家啊。總之啊，或許是不敢說實話，裝糊塗，或許就是個草台班子。這麼多媒體報道啊，總之給人一種叫霧裡看花。但是這些媒體他就不分析一下，為什麼洋品牌可以在中国攻城略地，而洋品牌的供應商還都是中國人，絕大部分啊，不能說都是啊。为什么？要說信任，胖東來顧客信任，那為什麼永輝做不到？那為什麼山姆也能做到？什麼奧樂奇、開市客他也能做到？走不出許昌，對吧？變成一個區域性的啊零售商，他那麼好，他沒辦法全國複製，為什麼沒人給分析一下？但是這山姆他也能全國複製，為什麼？為什麼一個零售企業每天都要上熱搜？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山姆他就不上熱搜，或者就是很少，對吧？而且山姆上熱搜都是負面的，你給人感覺好像有人要搞他，這也是為什麼，對吧？媒體他應該，對吧？你既然是專家，對吧？你是研究這個，那你至少要拿出一個說誰哪個企業學了胖東來，或者胖改之後業績飆升，連續幾年，對不對？都是好的。有哪個學胖東來學成了的？給舉個例子，對吧？拿這個出來分析分析，就學成了的，然後你再分析說永輝你為什麼學不成？你看，對吧？這個誰學他學得多好，現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吧？甚至彎道超車了，因為他那畢竟不是什麼光刻機啊，也不是什麼芯片，對不對？芯片、光刻機咱們都能彎道超車，那一個零售傳統的零售，你怎麼不能彎道超車呢？
好吧，你不能彎道超車，那你差不多行吧？你找一个零售企业出来，把这个加以分析，然後再說一說你永輝為什麼學不了啊？沒有，也就是到現在為止專家媒體還是人云亦云呢，抓不住核心。就是胖東來不是你想學就能學的，你學不了，它是特殊時期、特殊生態、特殊的網絡環境下面的一個特殊的產物，不可複製。胖東來的核心競爭力，其他企業學不了，因為都沒人敢總結它的核心競爭力是啥？這些媒體這些專家總結的都不對，對吧？它的核心競爭力是啥？說了就容易被告。你連它的核心競爭力是啥都不知道，你學啥呀？所以顧客說越改越貴，這個很多網友都有這樣的說法，對吧？去調改店去一看，比以前貴多了，扭頭就走。總體上還是咱們喜歡忽悠，喜歡把簡單的事情搞得特複雜。為什麼要搞複雜呢？對吧？便於從中漁利啊。學了半天，回頭一看，學錯對象了。你說這叫什麼事？特殊時期、特殊生態下的特殊背景下這麼一個產物，一旦這些環境一消失，那它自然就沒了，神話，對吧？它就轟然倒塌，這叫不可持續。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